19岁骆姓男子骑乘自行车误载23岁阮姓男乘客行驶南山路2段往三角方向，于南山路2段205巷口左转，与26岁谢姓男子驾驶自小客车于南山路2段往南坎方向，双方发生交通事故。自行车驾驶骆男因遭撞击跌入路旁自小客车车底，两人经紧急送医后，骆男与乘客阮男宣告不治。骆男驾驶经抽血检测，酒测值为0.82毫克，谢男酒测值为0。有关交通事故确切原因有待进一步调查，方可厘清。芦竹分局呼吁，切勿以身试罚酒后驾车，并且切勿超速行驶，以免造成多起家庭悲剧，害人又害己。